4年㗎啦。我未退休之前咧係做保安員嘅，做咗足20年。後咧我計劃好啦，點樣，咁啊同太太去嗰度行下，同孫仔喺嗰度玩下，點不知一個唔覺意，唔小心沖涼嗰日跌到個頭，都咧頭搭尾差唔多年幾喺醫院住。翻屋企之後咧，我體驗咗3樣嘢。第一，啲人成日話皮包骨你點㗎？皮包骨我自己感受到啦，原來真係一陣皮包住啲骨，寸步難行。我同佢推輪椅推咗落嚟，扶住嗰啲欄杆，一步都唔敢行，只係揸住手揸住個欄杆，隻腳掂住，一步都唔行得。最低潮嗰陣，我嗰陣最困境嘅時候，到時我大師嗰邊又要服侍啦、沖涼諸如此類各樣啦。咁咧好彩佢係鬥志係強，點解佢唔想食嘢嘅？因為佢要想生活落去，同埋鬥志強咗咧，你乜嘢都食，成肉都食，嘔都食。佢最嚴重嘅時候咧，喐下個頭都嘔嘅。佢咧喺呢段時間，我哋真係好有毅力，呼籲下咧，我哋咁嘅年紀嘅老友記咧，不論啲阿姐好、阿哥哥好，行路真係要小心，唔好逞強啊！係要揸拐杖咪揸咯，冇人笑你㗎。呢啲係我哋其中一隻腳嚟㗎嘛，有陣時有咩差時候受就係你自己，冇人幫到你㗎。唔好急。就算人哋話你慢條斯理冇所謂㗎，安全啊嘛！一跌咗嗰時，邊個幫你咧？長即刻老㗎啦，咁啊個身體唔同嘅，希望咧出入咧盡量。如果行到唔掂嘅，揸支拐杖都唔推嘅，你燒咧有咩好笑啫？咁老咪老啊，唔老得㗎咁啊！甚至乎我自己有時都揸支拐杖行㗎，有時啲人嘅身體構造唔同，我有好多老嘅生活開始退化，佢又空氣算冇難啊！所以咧，我哋呼籲下咧，一定要小心。食嘢方面要點啲啊！一個家庭每一個成員都係好重要嘅，不論太太好、我好、仔女好、孫仔好，缺一咧梗係都唔開心㗎啦。因為點解？太太都算係能幹㗎啦，喺咁惡劣嘅環境下咧，佢都做咗好多嘢。譬如家頭細務咧，雖然佢腳唔行得成咧，佢坐過嗰啲類似我哋啲寫字樓嗰啲咩有4個轆嗰啲坐啲咩，舉一隻去嗰頭做嘢，做得舉一隻翻轉頭翻嚟。咁有時孫仔要咩，咿一聲去嗰度咁嚟做啲嘢。孫仔咧由 BB 一個暖水壺咁細個湊翻嚟，而家到今時今日9年啦，讀4年班啦，都算上天堂啦，身體都好好，都有下巴咁高㗎啦。我希望我孫就乖乖地啦，聽教聽話啦，唔好成日扭計啦。我快高長大啦，而家4年班，希望盡量學好啲啦，咁樣嚇。咁咧就我學到啲嘢啊，佢喺中心住，佢都唱歌仔啊。吹口琴啊，玩下雜耍啊，同埋各方面咧，就有時喺中心嗰度做啲遊戲睇，大家娛樂下大家，一個分享咯。我希望太太好翻嘅時候咧，同我一齊打理個屋企，譬如佢煮飯啊，煮完之後啦，咁我咪洗碗咯，一人一樣啦，係咪啊？大家分工合作。平時有冇興趣玩下興趣班嘅自己有？有，我今個早先去跳完掌式花式操。呢個花式操咧，我已經參加咗有4年㗎啦。呢幾年內咧，全港18區連續4年，我哋得到全場冠軍，我好開心啊！你哋學下英文啊，而家就有人學下話劇咁玩下咯。嗰日吹口琴啊，玩雜耍啊，甚至第日咧，我學啲魔術，我就玩魔術俾佢哋睇啊。要做運動，無論係每一個人一定要做運，每一日咧朝頭早。啲老記話最緊要做運動，起碼要半個鐘或者9個字，飯後8步走，就活到99就咁嚟啦。